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节目呢，今日持续带人关心也台湾历史上最大的土地征收并都市计划开发案桃园航空城。俩所在位所喺到桃园县嘅芦竹乡啊，背後有隻飛起嘅軍用機場，仍然在海軍嘅軍用機場，但是為咗配合交通部民航局我哋去啦，桃園機場第三跑道呢，故所以飛起嘅前賽到屏東去哦，但是係用那種嘅飛起嘅軍用機場嘅來跑道來去啦，第三跑道嘅話呢，佢所愛用嗰種嘅徵收嘅土地，還個影響嘅前賽人路比民眾呢係最少嘅哦。但是目前政府並冇採納方案，從2009年到今呢，都市計劃還個徵收土地嘅面積呢，那種嘅計劃一變再變哦。到6月24號到內政部營建署嚟進行了都市計劃嘅審議委員會嘅時間呢，因為太原鄉並蘆竹鄉嘅鄉親呢是來到現場，希望再停止呢種嘅腐爛嘅土地徵收嘅都市計劃嘅審議，韓國要求按照行政長司法嚟進行所謂行政談證一樣嘅情況哦。到底兩民眾所提出兩項訴求，有辦法本政府談入呢得到好嘅回應冇？安不也你行業你蘆竹鄉分竹村嘅萬樹橋面頭前，堂採地向前意見，韓國也看看航運、韓國土地甚至經濟學者用半夜看了咋，台灣歷史上最大嘅土地徵收，韓國都市計劃開發案航空城、桃園航空城那強的關係。開會了！節目鏡頭來到你嘅蘆竹鄉分竹村嘅萬樹橋面頭前，然後再看到現場你蘆竹鄉嘅鄉親係坐到嫩嫩哦。先跟現場我們蘆竹鄉鄉親問個晚安，大家好。那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位呢是我們台灣農村陣線理事長，同時也是政大地政系的徐世榮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徐教授可以針對這個區段徵收的這個部分，提供大家一些專業的意見啊。第二位來賓是我們中央大學經濟系的邱俊榮邱教授。主持人好，南投地嘅鄉親大家好，各位大家鄉親大家安安。好。邱教授好，邱教授我用經濟學嘅觀點來看一下咧，到底咧桃園航空城到幾隻台灣到企業經濟當中，也講幾隻全球經濟嘅產業嘅板塊移動裏邊嘅必要性到哪位哈？那第三位來賓呢，是我們中華科大航空服務管理系嘅系主任李彌李教授。各位鄉親，大家好。到底6月24號咧，都市計劃審議委員會開會之前，然後之後，到底嚟到鄉親，佢哋對呢件事情嘅想法係乜嘅？先聽聽新聞鏡頭了解一下。停審議，航空城暫停審議，立即召開行政聽證，立即召開行政聽證。向年橋後要求暫停審議，桃園航空城計劃係全台灣最大嘅開發計劃案，總經費超過5000億元，唯有18000億元為欠債，當地居民嘅權益受到動態影響。韓國兩隻計劃未係前前牽涉到8地含義注冊備案嘅前土壤人富人種入世灣，獨做營建書中嘅細節所推動劃地嘅土地徵收範圍，所以公民團體建議，兩個審議過程係跳跳做冇公開嘅，係土地財團。是葉世文還在當營建署長的時候，他同時兼任了內政部區域計劃委員會的委員。區域計劃委員會審議核定航空城現在的徵收範圍。事實上，這些委員恰恰好是官商勾結的版本，所以我們很慎重的要求交通部，我們也很慎重的要求桃園縣政府，應該要暫停航空城的審議。韓卡杜8地含義注冊備案之中，該東西做欠屬應該財經費，未係航空城計劃都市計劃審議委員之一。那個面積有4000公頃嘅航空城開發計劃，也能為為然向寺廟公期增加了160億公頃嘅土地。因行為嘅建議，過程都係官商糾結，要求兩批停止計劃審議，重新收回行政費。營建署係表示講，呢下已經展開了行政調查，一定到結果出來，就會決定係唔係為停止計劃。如果說當時因為這樣的調查結果確實證明說，因為他個人這樣的行為會影響到整個計劃的這個正當性跟必要性，那這樣子這個計劃停下來才有一個這個道理。
那站在整个走到这个法定程序的立场上，我们要站在国家的立场，站在整个这些同意的人的立场，我们应该还是要继续让它并行的去完成，继续走这个审议的这个程序，继续走下去。航空商计划征收土地嘅范围非常安大，系8地含义出测21倍安多。期团征收到蛤蟆正式开始，航空商付权嘅农地，从万乃位都看到买卖嘅广告，以上系人为二则赞冲。检察到安多应该大规模迁徙，咁正紧做得案件单通过系。这个号称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征收跟都市开发这个案子，就是桃园航空城哦。那其实呢，根据这台湾房屋房仲公司的这个统计，到去年年底为止哦，近2年内整个航空城区域范围内土地交易的这金额已经超过2300亿了哈。那看看到底是要征收多少的面积，会有这么庞大的这个土地交易的这个金额产生哦。来看一下航空城特定区的部分呢，我们先讲所谓的蛋白区，蛋白区就是桃园机场第3跑道的预定地，这是由交通部民航局来负责的。这个计划面积呢有2788公顷，那区段征收面积是1449公顷。那再下来是桃园县政府去跟中央说我要开发的所谓的航空城的附近地区特定区，也是所谓蛋白区，它的计划面积是2003公顷。区征面积是11624公顷，比蛋黄区要征收面积还要大哈。原本呢，这个都市审议这个委员会呢是要在去年的12月底之前就要来完成的，但是今年6月24号的时候就又做成决议说不进大会，要先退回所谓专案小组去，所以目前这个进度看起来是有这个比较延迟的状况哦。那整个呢，它从今年呢就开始要招商土地测量啊，完成土地所有人清册等等等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区段征收安置土地和底价地的抽签分配，到2019年，也就是5年后要完成征收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徐世荣徐老师，您一直都很关心这个案子的这个专案小组的这个会议哦，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大概有36周开了46场的专案小组，这样的品质，这样的1周要开1.3次左右，您觉得？很多人形容飙车，您觉得呢？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那很多的这个说明会跟公听会，我觉得都只是在跑程序的。其实我们很多的居民去那边表达他们不同的意见。是，那很希望县府啦或者交通部能够给一个回答。是，但是呢，我们的政府基本上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一个解释或是承诺。听说是说可以让反对的乡亲进去，一人发表3分钟意见，发表完之后就请出会场了。没有错啊。但是赞成开发的可以留在会场继续旁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利益没有回避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的都委会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我们政府行政官员。所以我想，球员兼裁判，对，就是没有利益回避。就说这个计划，我们现在目前的制度就是政府自己右手提计划，左手自己来审。所以所以计划都还没有过，都市计划的审议就已经开始做。其实这个程序上就已经是有瑕疵的，程序上非常有瑕疵。好，该修高书好像呛刚哎哈。其实都101年9月18号，当时候的行政院长江宜樺才宣布说要启动桃园航空城计划，到现在其实还不到2年，这个都市审议计划委员会就要通过这整个案子哦。那您怎么样看？就是说，是不是像我们刚刚教授所讲的，开快车有太多的瑕疵、程序不正义在这里面？到底是不是为了炒土地呀？我觉得这个桃园航空城这个案子在我看起来是台湾所有这个土地征收里面就是最恶质的一个为什么会这样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前面的也许中科4期也许大埔的案子，至少我们还知道那块地要做什么事情那我所谓做什么事情是很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为了我们的这个面板产业，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航空城这个目的他说要把桃园航空城发展成所谓的东亚枢纽机场但是这个所谓东亚枢纽机场到底里面是葫芦里面卖什么膏药？对我们来讲是特别是我们学经济的人来讲是完全不能明白这里面要做什么事情。枢纽机场就是说桃园机场到整个东南亚每一个主要城市之间它的距离是最近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地理上的优势。好，那如果只是要做枢纽机场，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块的土地呢？这个土地，如果我们仔细区分的话，它里面其实分了好几块在里头，包含了所谓的门户区，那里面有贸易、金融、旅游的这个部分，有所谓的这个行政金融区，有所谓的物流经贸园区，这个我们大概都还可以想象哈。在后面还有所谓的文创科研的产业园区，这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不一定是要放在这个航空城里头的东西，还有一个叫做乐活优质住宅区，看起来对我来讲好像就是要盖豪宅用的啊。好，那整个这个东西啊，这样子包起来以后，我们看到有一个蛋黄，有一个蛋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完全弄不清楚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在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它的产业政策是什么？那其实这个东西我必须很不客气的讲哈，它目前为止就像是画了一个大饼，而这个大饼里面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清楚。但是不清楚的结果呢？结果他说他可以创造出2亿多2兆多3兆的产值，2.3兆产值。对，还可以这个增加20到30万人的就业，26万的工作机会。好，26万，这个跟 ECFA 完全一模一样。如果 ECFA 也有效，这个也有效，加起来总共52万的工作机会，那我们就会有增加52万人的就业。不好意思，台湾现在的失业还没那么多人。到底什么叫蛋黄？蛋黄就是由交通部民航局所来，主要就是说第3跑道这个新建的部分，这里面包括了自由贸易区、机场专用区跟航空产业区哦。刚刚教授说这个蛋白区有很多他所不了解的部分，那我就引用这桃园县政府这个说帖讲到这。好，经贸展览园区它要做什么用呢？它其实就是在高铁特定的区的土地上面，它可以引入金融、国贸、工商服务、旅馆、购物中心、娱乐等等行业哈。那另外在这个生活机能区这个部分呢，它可以盖这个餐馆啊、商场啊、运动、医疗、娱乐这些园区进驻哈。那在这个精致农业区呢，它也要来盖这个什么农业展售中心、拍卖中心等等哈。再来这个滨海油气区呢，它也要来盖这个观光旅馆、度假住宅、商店街等等等等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教授，您是航空的服务管理，这个蛋白区这些规划这些东西，它真的跟所谓的从2000年由北卡罗来纳大学这个由口萨达教授提出的航空城，是这样的概念吗？航空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从很早提出来以后在不同的国家，因为不同国家的经济、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以它有不同的规划，有那很大的，有那很小的。如果说像很大的比如说仁川机场，它的整体规划涵盖了1/4个南韩的领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但又很小的，像新加坡机场、樟宜机场，它就是很小，所以它不一定大，不一定小。那么我个人在看这个桃园航空城像目前简单讲一个观念，目前的桃园航空城，这个航空城属于桃园的。事实上，在一个航空城的规划，在它的运输距离在2小时之内，我想都应该是属于这个航空城的规划范围之内，因为它把所有航空城所有东西都集中在桃园这个地方，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一种经济上的争议的问题。我想这个争议基本上的很大。那么所以教授，你意思是说，这距离桃园机场2小时这个车程范围内，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航空城整个大的概念下面。是的。所以不一定要盖第3跑道，也许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啦，或者说其他的这什么松山机场，都可以纳进来一并看待吗？所以我想主持人已经问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等会我们要请教授讲这个部分哈。那我们先开放相亲，就是说经过3位教授不同的这个角度理解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样的诉求？您觉得政府哪些部分没有实际照顾到民众的需求？听进你们声音，请举手发言好吗？这个航空城拢总有5500亿拢是对咱百姓落地摕出来的钱咱希望政府会当办一个全区听证，全民来审这个航空城。这个不是只有大元人的事情，是全国老百姓的事情。希望政府它能够做到全区听证，全民来审议。我的要求就只有这样子，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姐。好，这位大哥，我刚看你举手。所有村民应该都是怕被政府所骗。在我们桃园县政府中正路跟艺文大兴西路那边不是有做一个艺文特区吗？那时候政府跟
百姓征收的土地也是蛮便宜征收，然后现在卖给财团1坪都是100多万哦。我希望我们县政府要广听我们的民意，要听听我们市居就住在这边，我们土生土长这边的民众的声音，不要被财团炒作了哈。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哈，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哥。好，这位穿黄色衣服的，当初听到航空城，我们也是很欢迎啦。但是后来看看他征收的土地实在是有够大，因为我们4代都住在这附近，然后以前是空军基地嘛，空军基地以前它的面积就已经很大，我们就在这附近。然后他安置，现在安置就是要安置在我们红竹村呐。他那金用机场他到底要做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了。所以我们是说希望说，如果说他们那边安置不够，才考虑我们这边，不要说一下子就把我们这全区就纳入在里面。谢谢。这位，谢谢客家电视台哈。那我们是一群很弱势的团体，因为我连申请书要安怎写，我拢唔知影诶。然后我嘛有去听说明会，我们也去听了，可是听不懂嘞，我们唔知要安怎。结果我最近听讲你听不懂，你有提问吗？你有发问吗？提问，我们有提问啊，可是我觉得他都答非所问啊。好，然后我唔知要安怎的时候，我到最近才知影讲，哇，原来剔除征收是可以陈情的。那所以我们希望缩小航空城范围，因为剔除征收，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性，也没有公益性。而且，阮富国路3大集甲南崁路2大遮，拢是祖公留出来，祖公啊留出来迄个田地。阮拢是自啊起厝起来，无什么。就是我们从小也在这边长大，从小在芦竹长大，所以我们不愿意参加航空城征收案。那我们要求政府缩小航空城范围。而且富国路这一个路段呢，大部分都是共有持分地，因为共有持分地没有办法申请保留，也没有办法申请合一住宅，我们变有厝变无厝呢。所以等于说你们共同持分，所以你们房子的建地所在可能有10个你们的宗亲共同持有，可是有人在台湾，有人不在台湾，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可是政府都不管，就要把你们拆掉。可是我们历代都在这边生长，我们都在芦竹生长。好，那这个共同持分问题，我先简单问一下我们徐医师，我们徐教授就说，像这种共同持分，假设是私人的买卖的话，只要有一个共同持分者不同意，他就会主张这个交易是不成立嘛，对不对？甚至不只是民事，还有刑事这个部分。可是今天政府要征收，只要一个人同意就可以征收了，其他共同持分人没有意见，这怎么会是政府跟私人之间有这么大的落差？他们有可能拿回他们土地，主张不被征收、剔除征收吗？我觉得政府应该没有这样的权利了哈。纵然是共有土地、共有持分，依旧是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仍然受到土地法43条，如果有登记，就有它绝对的一个效力。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有趣的统计数字，就是说桃园机场其实这几年的运能来讲是有增加，不管是人或货都有增加。可是好玩的是，人的总运量增加是因为陆客的单纯的出境入境增加，中转客是变少的。货运量也有增加，但是是因为中转的货运量变多了，纯粹的进口跟出口贸易是变少了，所以等于说，在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赚不到中转的零售或服务这些钱。在货的部分呢，他只是来这边停个机、加个油出去了，或者说再多一些货进去，我们当地的台湾的航空的货运业者也赚不到钱。整个桃园航空城告诉我们说，因为人货的这个总量增加，所以我们需要扩大运能，要新建第3跑道。可是目前状况看起来是，不管是人或货中转减少或增加，我们都赚不到钱。那我们还要盖这个航空城，可以增加些什么？就是说，到底我们的航空城蛋黄的部分要多大，蛋白的部分要多大？我想蛋黄的部分啊，是不是有可以缩小的争议？我想这些争议啊，专业的争议啊，政府必须要自己先厘清啊，不可以找老百姓来讨论，因为老百姓听不懂。比如说蛋黄的部分啊，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第3跑道到底要不要盖。那么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说，我想一般人大概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说第3跑道现在2个跑道啊，可能不够用。它为什么不够用？因为1、2跑道它在起飞降落的空域跟新竹空军基地
起飞降落的空域是有重叠到。当有重叠到的时候，在起飞降落的优势来讲的话，因为空军的飞机他们的载油量小啊，他们的这个降落的优先是优先，所以就造成我们2个跑道啊，它的起飞降落的次数，每小时的次数会降低。比如说，我们按照正常的数学计算啊，一个跑道大概是1小时可以有40个架次，2个跑道就是80个架次。因为跟新竹基地空域的重叠啊，这优先的顺序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降到大概只剩下2个跑道52个这个顺序。50个架次，所以说不是我们把这今天扩了第3跑道，有更多跑道之后，我们就能够停更多的飞机起降。我想主持人的逻辑非常清楚。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说，我加了一个跑道，是不是我起飞降落的架次就不受到新竹空军基地的影响？答案是 yes， 是仍然受影响。所以基本上，所以只要新竹空军基地持续有军机这样起起落落的训练，桃园机场不管盖几个跑道都会受限。对。到底桃园机场盖多大？啊，有人可能心里想说，我要把桃园机场盖成全台湾独一无二、没有替代性的一个机场。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没有替代性的机场。到底它大到什么程度呢？有没有一个限量呢？当然要有一个限量，看你国家的未来的经济的需求有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这个需求，你盖那么大的机场干嘛？你盖的再大的机场，那么有一句俚语啊，是讲说。我筑巢引凤，我把这个巢做得很大，凤就飞来了，没这种事情，没这种事情。那可是教授，我们现在不是要签订什么多边、双边很多贸易协定吗？也许将来我们产业的这个需求会变大。我想哈，我想在全球化的趋势里面啊，我想生产是一个重要的元素，那么这个消费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这2个元素加起来才会造成物流大幅度的成长。我想台湾既不是亚洲的生产中心，它也不是世界的消费中心，台湾反而是在全世界生产，要卖到全世界去，所以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所以台湾的土地的资源啊，已经不足以支援台湾在走向全球经济里面扮演着一个就是说，可以替代别人的角色。这一点，我想从我的专业知识来讲。我看不到这个角度。邱教授，刚刚我们的这个李教授总说，其实台湾的经济规模并不是什么全球的制造中心，也不是消费中心。他觉得其实台湾的目前经济规模对于一个这么大的机场来讲，好像中间有一些可以讨论空间。那您站经济学你怎么看？我完全同意李教授的看法哈。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生产的量啊，最高峰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对，我们纯粹进出口贸易的货运量的确是在下降。对，好，那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哈。现在政府的政策其实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经济部张部长前2天才告诉我们哈，台湾不要再追求量的成长了，我们将来应该是追求小而美的、附加价值高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呼应李教授讲的，我们需要盖一个这么大的机场做什么？OK， 好，那这个就牵涉到蛋黄区的问题。所以刚刚蛋黄区的问题，李教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在台湾将来的生产量往下降的时候，我们需要耗费这么多的资源去盖这样子的跑道吗？啊，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那如果说我们高价值的这个附加价值是在这些什么经贸展览区做会展啦，或者是这种航空城、机场相容产业啊，这是在这边产生呢？有没有可能蛋白区它可以扩大 ？OK，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再怎么想，我都想不到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蛋白区。OK， 譬如说它里面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文创科研产业园区，这个东西啊，你要让产业研发的群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机场附近呢？啊，这个应该放在产业群聚的地方才对啊。你说放在竹科或中科啊，或者是说这样子，台北这种文创，什么松烟文创啊、华山艺文特区之类的。对，那你甚至把所有的休闲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了，在我感觉上，这个是一个非常笨的政策。不管是5500亿的建设经费，还是2.3兆这个经济产值，其实都是全台湾2300万的纳税人口袋里面的钱。还有哪些事情市民不了解、不清楚？如2位教授一样需要提问的，请举手发言好吗？这一位大姐。我是松和居的居民 A15的，我们澄清了很多次哈，然后呢，政府官员都说，就是那个内政部啦，说我们是不会被征收的，
可是呢，我们就在家里一直等一等，结果有一天那个齐峰先生他来了，到我们家说，哎，对不起，你们要被征收了呢。然后有一天我就跟美玲姐，然后一起上内政部去，我去陈情了，结果我就去讲一些道理给他听，我说我们不是有公展图吗？那个第一公展图跟第二公展图啊，他竟然把第二个公展图有没有从我们家画一条路出来，然后表示说我的家就是要被征收了，那摆明就是县政府就是要画一块饼，就说哦你就是占到我的用地，所以要征收我们，好我们的家里的用地。结果之后呢，我们曾经过了很多次以后，我们现在被保留了，所以我跟各位居民讲，你们大家要去争取，不要傻乎乎的就在家里面等。谢谢这位大姐，告诉您宝贵的经验，还有这一位。阮本来住伫遮，好死好死，毋是讲今仔机场袂使起伫阮兜去，是讲你若有这个必要性，确实无征收袂使的时阵，你就来。问题是全世界要惊死人，毋知呢？后一个机场讲征收的是6400，我会记得是6000几公顷，6000几甲，啊是安那要食百姓的土地嘛？因为我亲耳听过，咱遮有一个姓陈的立委。曾经信誓旦旦地讲说，各位乡亲，你个土地即摆若有人出6万甲你买，唔通卖，保证你明年一平10几万，哎，一定会当选，因为证件有影甲10几万啊，证件有影。即摆阮兜吼附近啊，上济就是中介公司的少年啊，规工就伫遐蹭蹭等。阮兜的迄个面是遮大塔，所以讲哦，唔是讲今仔即个物件袂使起伫咱兜，那今仔即个物件一定要起伫咱兜的是，咱较苦嘛要起，问题是。咱百姓哦，毋是包括咱桃园县了，全省2300人的税金，一角银，或者官员吼，或者叶世文啊、吴志荣，伫咧吹冷气吼，别小可安尼画一个尔，咱拢着啊呢，我着到倒位呢？我昨就知影偌惊人，着到内厝，着到山骹，规世界拢去，天边海角，全纳入因的迄落落地下底。即摆你创啥？开始叫牵狗联合这个中介公司，你收购咱这个土地，大家卖惨卖甲有诶卖甲真欢喜。可是有想到一个问题无？后摆咱的囝、咱的孙，有才调去买回这个土地，有才调去遐学田学土地无？大家即摆用甲足欢喜，用掉啊！我跟你讲，所有的祸害全留咱的囝孙来去承受。他带着他这个病体来参加我们的村民大会，讲出他的心声。好，这位年轻的小姐。谢谢，我非常非常同意蔡姐说的，我们政府要来征收大家的土地，一定要有必要嘛？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征收我们土地嘛？我们刚刚听到了，连最核心的蛋黄区说要盖机场，都发现盖了第3跑道也没有用。我们政府有跟我们讲这个吗？没有嘛，他就说第3跑道盖了，我们客户运量就可以得到解决嘛。我们一定要第3跑道。现在我们的航空专家在这里告诉我们，根本没办法解决。像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产业要引进什么，我们邱教授也讲了，根本搞不清楚，也不适合台湾，是不是该盖这个产专区该在航空城旁边，也不知道。所以这么多不知道，我们真的是帮我们的居民要一个所谓的行政听证。刚刚也听到居民讲了嘛，你们去说明会问问题，他也不回答你，结论做了以后还会反悔。范姐的状况就是这样。那我们要一个听证会，要他答应我们问问题他要回答，答应我们之后要有法律的效果，他一定要参考，让民众参与。那这是我们自救会最重要的诉求。那我最后讲，刚刚发言居民说想要被剔除征收的，都不在原本5年前应该要被征收的范围内。这件事情可能居民也都不知道，你家5年前可能是不需要被征收的，现在却要被征收，你们知道吗？可能也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帮居民求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跟官员讨论到底为什么要征收他们家。好，这个有没有办法就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听证？等会我们来讨论。好，这位大姐。好，各位乡亲哈，政府啊，他们要征收各位的财产，有没有先问过各位？没有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这些政府在抢各位的财产的时候，这要说要做国家建设啊，如果是玩真的，我们当然支持他，对不对？好，问题是我们看到他们玩的是假的。好，那各位同意他征收各位的财产，然后像叶世文那样来赚自己的钱放到荷包里面去吗？当然不同意嘛，对不对？那我们从哪里看他们是玩假的？他们呢没有把各位的小孩当小孩来看。那在这一次的征收里面，是我们桃园教育产业工会老师的工会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叫做他们利用政府的权力，先把学校全部撤掉。全部撤掉原因是什么？就是要逼大家搬走，逼大家搬走，他省什么东西？
搬迁费嘛，对不对？好，那么大家也来看，他们说没关系，学校撤了，我以后会建回去给你。我跟你讲，骗人！为什么？你们先看看芦竹最挤的是什么？光明国小、光明国小、南崁国小、景兴国小全部都爆了，对不对？他们有一个学校叫做五福国小，这个五福国小讲多少年？很多年了，对不对？问题是有没有盖？没有。所以你们相信你们最撤掉的学校，他会盖回来给你们吗？不会嘛！啊，他们的小孩都送到国外去念嘛，对不对？啊，只有各位还留在这里，啊，留在这里没有学校念，自己要拎着小孩到处去问可不可以收我的小孩，多可怜呐！各位是不是变成难民？你们同意这样吗？不同意嘛，对不对？哈，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根本玩假的，在这个航空城里面，他有没有为各位的下一代着想，把学校放回去？没有。好，谢谢这位老师从教育的第一现场关怀孩子的这个受教权，看到航空城的不合理之处。好，这位大哥，以我爸那一代来讲，40年前啊，就在我现在住的住家后面的那个新逼啊，那些养鱼棒啦，后来污染来了嘛，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污染来啊，所以说就一定血本无归嘛，政府可能赔你1毛钱嘛，不可能嘛，就摸摸鼻子就认了。后来污染越来越严重，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就是像埔心溪啊、黄泉溪啊，那个废水，说真的哈，红橙蓝绿黄靛紫都有啦。在那种情况之下，一群农民一定当然去抗议嘛，对不对？抗议没有用嘛，因为反正就是说啊，去验的时候，工厂排出的废水都是合理，都是就是在标准值啊，对啊，反正啊就是搞的就是一群农民，就是永远的反对党，比反对党更反对党嘛，所以说。你这样要老百姓怎么相信？然后几十年过去都是这样子，突然间航空城要来了，嘿，奇怪，所有农地哦，以前都说没问题，全部都污染了，全部都插满这标志，全部都插满说你们农人呢，你们这些如果在做耕作种那个就是，就是可以吃的那种农作物的时候，就要罚你们15万到75万，你说这是在干嘛？这是不是在逼人要走？是在灭农？哦，所以您说这个土地过去长期被污染。县府并没有对你们有太多作为，这最近开始去插旗子说不能够再种植。就是航空的计划通过之后的事情，是不是各位相信，对不对？好，那我想我先问一下我们这个徐教授哈，其实很多的这个刚刚我们不管看到，尤其是蛋白区，有很多是要拿去当做住宅或商业的用途哦。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在整个航空城里面，它的征收范围其实也有改变哦。那粉红色地区是这个现行都市计划区，大概就是这些地方哦。这些地方这样子，那黄色部分是新定的扩大了都市计划区哦，这个 A15、A16、A11等等等等。那您在参与听证会，就参与这个说明会过程当中，你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面有假造都市人口，然后使得它能够超过那个都市那个饱和率，所以必须要通过新的都市计划，是真的这样子才会多出这么多的新的都市这个计划，然后征收范围就变大了，这是真的吗？其实可以说是真的了哈。其实我们要变成一个新定的都市计划区，其实我们有相关的规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就是说，你附近的都市计划人口已经到达80%以上啊。那其实根据我们的一个了解，附近的都市计划区其实都没有人口都没有达到80%啦。那他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新定都市计划区呢？因为这个样子，他才可以把农地把它变成建地，那这样子才可以炒地皮啦。所以我们的地方政府呢，都不断的胡乱的在报人口的增量，那说人口会增加，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农地要变建地。这是一个炒作的一个方法。所以你说现有的都市计划区人都还住不够，理论上是不能够再提新的都市计划。没有错，他现在另外提一个理由，他说：“哎呀，我前几年修改我的办法啦，我前几年把办法我加了一个国家重大建设啊。现在我们政府啊，往往用国家重大建设这6个字在骗人啊。”什么东西都是国家重大建设。可是内政部营建署有承认说，蛋白区由桃园县政府所主导的蛋白区是属于国家重大建设吗？那附近它整个把它框起来也是属于国家重大建设，这纯粹看它怎么去定义了。
所以我们曾经质疑过我们自救会的朋友曾经质疑过，你这个根本没有达到80%的人口，为什么你还需要新定都市计划区呢？他说我们这个就是国家重大建设，我们刚刚修改法令，所以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合理吗？其实不是，它是先画靶先射箭，然后再画靶所以一切好像都可以符合规定，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制度这个规定，其实对我们乡亲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不合理谢谢徐教授告诉我们说，其实呢，这个甲造的都市计划增加了很多新定的扩大都市计划区那到底这个整个桃园航空城里面还有哪些部分是甲造的？等一下我们请到乡亲现身来说法。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到现场。中央村民台北节目一开场上一段节目我们讨论到，其实飙车式的审议在36周开了46场的这个专案小组的会议这个整个都市计划的这审议会议在航空城这部分有很大的瑕疵，在程序上的瑕疵。我想要请教现场乡亲，对于航空城你还有什么样意见？除了说刚刚自救会提出说希望能够开放全区听证、暂停审议之外，还有其他诉求，请举手好吗？好，这位穿黑色衣服大哥。我在6月22号、6月24号分别都有参加游行和审议，我在那个地方我就看到了很多人，他们自称他们是在地人，说要把我们外地人赶出去，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认为他们是大多数人，然后他们就认为我们这些要被征收的人是少数人，我们就是阻碍进步。我最后听到他们说航空城万岁，我才吓了一跳，原来航空城有那么伟大，可以让我们台湾进入重回亚洲4小龙。我怎么看都不觉得有这样的趋势。所以我看到的是我们政府官员很多欺骗的地方。我要跟大家报告，6月22号我们办游行的时候，游行之前我们去申请场地，这个场地呢，我们申请是县政府前面的广场，本来他没有别的活动，他就应该要给我们使用，这是人民的权利。可是他呢故意拖延我们，最后临时他在那里办一个水蜜桃的活动，硬是把我们权利呢就这样给封杀掉了。这个政府尤其是桃园县政府，就我们所接触来看是非常不值得信任。那我们也看到叶世文，也看到蔡仁惠这一些所会被抓去一个一个的关起来。我们对这个案子有没有信心？没有，真的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要怎么办？我们要求听证。所谓听证，就是听在地人的声音。我们在地人有意见，就透过这个听证会把我们的意见说出来。有必要性吗？有正当性吗？如果没有，这个计划该怎么做？那么他们要重新去审定过，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大家继续努力。所以您的要求是全区听证，好，谢谢。好，这位大哥。那我们不是反对航空城啦，我现在我们这边反对就是为什么爱征收那么多的地？各位迁地，这不是一个弊案。对吧？所以您觉得说是航空城面积可以缩小就对了。对啦，不需要的，因为你桃园机场那边好大好大一个，遐来安置来创。你个像讲什么迄个什么文创啦，什么展览啦，展览有迄个南港展览馆，个迄个世贸遐已经较大啊，才个创根本好，这位大哥，我们那边最强街大概有89户，我第一次连时有大概60几户呢。他们一直不断在鼓动有签同意出去的，那现在变成40几户呢。那我刚才听到教授讲呢。这个区段征收可以用比例吗？所以大哥，您的意思说，你们原先所居住的那个小地方原本是剔除的，对，现在变成要划入区征，而且是有居民同意。好，我们来看这张图，也请您上来就是说，大哥，这是你们所居住的自强复兴街聚落那目前你们原本是剔除嘛，现在又纳入区征。我们看到的是这整大片黄色，还6月24号没有，还没有通过，还没有。可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黄色部分是同意纳入区段征收，这一大片都是黄色的啊。这一些并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就是中介的或有一些
同意征收人提出来的，所以那个官员才会做出这个图。但是有一些坚决不写同意书的，它也被列入，等于说画成黄色，刚才那个黄色那个。所以我目前看到这个橘色的部分都是拒绝征收的连赎户，拒绝征收的。6月10号以后10天连赎的，其中一位郭太太郭太太好，好，我们请郭太太上来。在这里我的在这里。在这里有3间。有3间。我都没有同意哦。有人来问过你吗？有中介来问，但我都始终都没有答应。不是，只有中介来问，没有任何政府的代表来问你。我邻居那个邻长啊，有一些邻居来跟我讲，我都没有同意，只有都没有同意。我坚决都不写同意书。但是您的在这边已经被那个又被他画下去。好，我们谢谢这个自强复兴街聚落的乡亲给我们表达他们的意见哈，还有这位小姐。中华民国是私有财产制，那我为什么不能反对？我的房子是我辛苦挣来的，我不偷不抢，那为什么我不能保留我的房子？为什么你只告诉我说这是国家重大建设，然后你就非得要征收我的房子？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地方。好，谢谢这位小姐表达你意见了。那我想我先请教一下徐世荣徐教授，说看起来民众觉得这个整个航空城，不管是开了这个公展也好，或者说明会也好，其实上他们的表达的意见都没有得到相对的回应。那现在按照行政程序法律要求所谓的行政听证，就是先停止审议去进行听证，这个部分有可能挽回一点点他们的权益吗？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的算，我们都有少数人在决定什么是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词汇，必须由大家共同来决定。所以因此，去年的4月26号，我们大法官有做出709号解释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文。他要求公共利益一定要履行正当法律程序，正当法律程序。那他为什么他会说以往的行政没有符合这个公共利益呢？也就是以往的行政非常缺乏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居民要求的听证会，其实就是行政程序法里面规范了。我们要求行政听证，也就是这个行政程序法里面的第5章它的164条的第2项。我们要求政府应该依照行政程序法来举办听证，而且是全区的听证。因为所谓全区是指台湾全区吗？还是说桃园县辖全区？根据这样的一个计划，总共有4471公顷。是。根据这个航空城蛋白蛋黄你这个兴办事业计划到底多大？就根据这个计划，我们大家一起来举办一个听证。但是我们刚刚乡亲所提得到了，我们都是利害关系人，我们都是可以参与的，我们都可以来表达我们的意见。所谓的公共利益是大家共同来界定，大家共同来定义的，不是由少数人在做决定的。我们已经解除戒严，民国76年我们已经解除戒严，我们应该回复到宪政体制。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航空城计划就让我们台湾，让我们深深觉得我们仍然活存在戒严恐怖的一个时期。一再讲到所谓的公共利益，在这个航空城说帖里面告诉我们是说，它可以带动2.3兆的经济效益，840亿的税收，26万个工作机会，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经济的公共效益。邱教授，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效益，是不是就值得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付出？还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行政程序法来进行所谓行政听证，才能够让这整个的航空城开发是比较回到常轨？在任何先进的国家做这种重大的计划，绝对不是只有效益评估，而是要做成本效益评估。OK， 所以你现在画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大饼，在这个地方它是效益，但是请问成本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大家，我们在经济学里头绝对没有人告诉你 GDP 代表一切。好，我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去看所有的先进国家，他们对于土地的重视，对于文化的保存，
好，它那种无可衡量数字的那些这个资产的保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子这么漂亮的房子不能留住，这么漂亮的田野不能留住，这个里面耗费的成本我们通通都不计算的。都觉得那个都是无所谓的。我看这个是落后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任何先进的国家对于土地的重视，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视，那个东西是你必须要纳入考量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东西，我们就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成本的这个评估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现在所有的所谓的重大公共建设里面，我是非常反感的一个地方。这边也有一份这个对于这个航空城要求要公审的一些文宣，上面讲说今天的航空城，明日变鬼城哦。那真的我们航空城是这么样大而无当吗？我们一定要做 one stop 的这种消费或者是经营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桃园航空城分流出去啊？就是说让其他周边的这些城市或者是机场也能够在涵盖在所谓大的一个台湾的航空城的概念里面。李教授，我想航空城的一个规划。以台湾的经济来讲的话，飞机是非常的重要。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台湾跟国际接轨只有2种运输工具，海运跟航运，一种海运跟空运。那么空运的速度是快啊，海运已经比不上了。尤其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IT 产业的发展、很多生物科技的发展，短小轻薄、价值高，这些都需要空运。但是呢，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桃园机场。我想这是一个很立体、很具体，必须要答复的问题。事实上，我按照我的专业来讲，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机场。所以回归到，刚才主持人讲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流？我简单的讲，现在都市机场的分流是一个世界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分流才不需要盖那么庞大而无用的机场。事实上，台湾分流机场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台北的松山机场、台中青年岗机场、高雄的小港机场，当然小港机场要不要迁建，这是台湾国家规划里面一个重点。因为小港机场的地理环境，它的地理位置是跑道是不够长的，是不适当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宏观的观念，把小港机场搬到台南去，这是一个好的规划。假如用这种分流的观念来看的话，桃园国际机场。是不是需要一个超巨无霸的一个机场？我想那个答案是呼之欲出的。那么现在的机场够不够用呢？事实上，稍微做一些调整规划，还是够用的，还是够国家经济发展的使用。所以我想，台湾的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经济的规模等等的因素，要有我们自己的航空城的规划，而不是去抄人家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谢谢。好，谢谢教授告诉我们，就说其实桃园航空城可以是整个西台湾、北部台湾的一个大的一个2个小时车程内的一个概念可以涵盖。其实邱教授也说不需要做一站式的消费，也许像这些经贸展览园区啦，像这个什么生活机能区啊，它其实都在航道下面，飞机起降的噪音和这个空气污染是非常大。真的，你开在这边会有人来这边做策展的活动吗？真的会有人来这边住什么度假豪宅吗？其实都是存疑的。这么大的飞机的起降的噪音和空气污染，可能都不是一个好的会展或者是生活品质的需求哦。好，那谢谢教授给我们提供意见。那乡亲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对于航空城有什么样的意见，请举手。好，这位大哥。我们大家都说5500亿，对不对？5500亿大家知道吗？2500亿是干嘛？2500亿是用在区段征收。区段征收是用来干什么？2500亿是把我们这些农田还有房子拆掉，只是把它变成空地。2500亿只是为了把我们农田一半的建设经费是拿来拆，然后变成空地。对，几乎一半是拿来把它变成空地的，这是很荒谬的。如果真的大园乡需要建设，芦竹乡需要建设，我们拿500亿，拿1000亿，看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产业，看看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社区营造，而不是把它变成空地。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骗公民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我说骗居民哈，特别是这个地方叫红竹村，这些安置计划到现在为止是不明的。红竹村的居民，他们规划要安置到哪里？安置到合宜住宅吗？合宜住宅已经因为叶诗文案，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已经说不盖合宜住宅了，要盖社会住宅。那他们的居住权、他们的财产权如何被保障？再来政府常常有说可以盖有安置街锅，
可是如果你的权利价值不够，或是你是程序违建哈，你不是真正实质违建，程序违建的人可不可以配地？这个也是不清楚，也是不明白的哈。所以居民的居住权，这个也是骗居民的部分。再有说骗农民哈，农民知不知道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知不知道？我们一般都说可以换回40%的建地，实际上根据我们台湾农村阵线的调查哈，大概农民只能换回2到3成的农地，可是我们的政府的官方文件都说可以换回40%的土地哈，这个又是一骗。再来对我们农民的一个大骗是什么？我们的农民哈，农地基本上是不用缴什么税的，可是，一旦我变成建地，的话，我就要缴这个地价税，这个也是为什么政府这么热，地方政府这么热做这个区段征收，因为他把农地变建地之后，他就可以继续跟大家抽大家的土地的这个税，这个也是一大片，很多的农民也不知道，最后我要讲，这个是对我们小孩子的骗，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在教育界发现，小孩子在这个1年内学校要办航空城征文比赛、航空城绘画比赛。再夸张一点，下学期就要开始了。航空城的计划已经规划要在社会领域、生活领域，还有自然领域都要放航空城的计划。已经老师在说我都还没看到航空城的建设，我要如何教小孩子？这种洗脑的教育我想这个也是一大片。所以国中小学的课程要开始编入这样的内容。对，所以所以4大骗骗公民。骗居民、骗农民，还有骗小孩所以这个是我们居民非常愤怒的地方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哥。好，这位，那我这边因为航空城计划本来也跟我们家没有关系，在民国99年的时候，我们也不在计划的范围之内，跟很多的乡亲都是一样。可是到了02年的时候，知道这个计划之后，我们家竟然被划入了。那我们也有带我们家的小朋友去游行啊，去抗争啊，可是小朋友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阿嬷家会被征收？我们在这里可以玩骑脚踏车，还可以吃阿嬷种的没有农药的蔬菜，为什么政府要征收我们的土地？这就是小朋友对我们的大人的一些问题。我们反对跟同意的征收物，就在我们都是邻居啊，那何必为了政府的这一场游戏，然后造成我们大家的那种敌对呢？这是以上我几点问题，谢谢。好，谢谢。好，还有一位先生。就是航空城它征收非常的草率，他刚开始跟我们讲说我们家变公园，一下子又变道路，那一下子呢，因为我爸爸事情发生以后，然后又说我们家呢，变成安全岛，然后一下子呢又变说产业专区3。那后来呢，我们去了解产业专区3，我们还要倒贴1.6亿才有办法把房子保留下来。这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一个好好的人在这边安居乐业，在这边长大，然后我出国念书。我在美国这10年中，我父母亲他们辛苦种田、卖菜来投资我在美国念书。我回来呢，想说成就我的梦想。我在美国是念迪士尼的学校，我想说我们台湾动画产业这么低迷，我们就来这边呢，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动画王国。那自己的家里做一些动画。可是谁想到呢？我们就是跟他提议说，那我们来做合作嘛。你既然做一个航空城，我们来跟你合作。然后呢，我们把这边开发成一个像是一个动画的王国一样，你要航空城也要有一些产业嘛。你现在既然连一个产业都没有，我们自己已经在这边开始做了一些产业，甚至我们家现在还有连续剧都在那边拍摄。这么好的文化产业，你不要，就是要这样子把我们整个都把它征收掉，然后要把它铲除，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听到很多乡亲讲到航空城的征收是腐烂的。那航空城计划面积是4771公顷，那区段征收面积有3126公顷。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庞大呢？它是过去台湾44年已经办理区段征收总面积的4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从2012年开始，我们用在整个区段征收
包括桃园航空城有3000多公顷，淡海新市镇、桃园中立铁路高架化、新竹璞玉、新竹二重埔、水南机场、林口 A7、台中太平，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台湾在整个区段征收上面，这些统计技师徐世荣徐教授提供，已经来到了6554。这么多的区段征收，这么多的土地，都让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家园上面流离失所。我要请教我们徐教授，征收真的太腐烂了吗？我们的地方政治大概都地方派系在把持了。我们学术研究，地方派系当中至少70%以上都是在从事跟土地开发炒作有关的一个行业，建筑业、土石相关的一个行业，至少70%以上。这我也不是我现在随便讲的哦，这是一个学术研究所做出来的一个统计，至少70%以上各地方政府的地方派系，大部分都是从事跟土地有关的一个开发炒作的一个行业，所以他就必须要不断的一个开发。那我们的中央政府也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去拔伊的条啊卡啦，大家听有无？这个征收变得去拔伊的条啊卡啦，对吧？用这个方式来获得他选举的胜选了，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非常不应该。所以很明白了，我们都讲应该要劫富济贫，对吧？要实现社会的公义。结果咱今晚去补啥？咱政府今晚叫做劫贫济富啦，对吗？你看咱在地，大家都阿公阿嬷会所要多啊，对吧？这个我们现在有钱的人那个税负缴的税是那么少，他不从税这个角度来增加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需求，你今晚用这种下三滥的一个手法。各位知道了，区段征收是19世纪在欧洲实行的制度19世纪的制度现在是21世纪了。你如果上网，你用Google 去查一下区段征收，或者你用英文叫 zone expropriation， 你去查的结果，你可以发现，只有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有区段征收制度了，人家20世纪初期早就都把它废掉了。这个都是有问题的一个制度，结果到21世纪还在实施19世纪的制度了。各位要不要改？要不要？应该赶快把它改掉了大家努力。好，谢谢徐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李教授，就是说航空城就您的专业来看，除了分流之外，您还会对政府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桃园的航空城真的是一个好计划，但是我今天听下来，比我了解的更深刻。本来我跟主持人在沟通的时候，我不想介入太多的这种地方的争议，因为这个学者来讲的话，我跟那个，因为我曾经搞过政治，我不喜欢。但是今天这种听下来，我想我还是讲两句，桃园航空城大，但是是不是适当，这个需要政府要明确的来告诉人民。如果是个好政策，你要告诉人民；如果不好的政策，你要接受人民的声音。我想这是一个民主政治基本的 ABC。好，谢谢李教授。今天村民大会第4次来到桃园的航空城的所在地，我们听到了我们以前所没有听到的对于航空城的了解的相关内容，我们知道了很多过去所不知道的主流媒体所没有报道的航空城的内幕。村民大会会持续的关心桃园航空城，感谢大家参加。什么台感恩之 C， 将下礼拜持续收听村民台 P， 谢谢。